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今日讲到火烧高寮全无望，放希望的病仔细经厝若是着火，希望就烧歹了了。用希望这个望对同音来讲到希望的望，无望就是无希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就是歌第一条，歌就是希望或者是拖望仔。古早讲看歌，嘛当讲是用希望也个望鱼虾这个动作。混看来讲，用虾或者是虾来看物件，咱嘛讲歌。像讲咱听人讲，甲水饺鼓起来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解说，就是古早寡妇改嫁，囡仔若是无对叫后，交互原来家庭或者是亲情照顾，嘛合作歌。也毋过咱现代较常用到意思，上希望或者是看物件。有一句话讲，想要光桥步步进，无宜艰苦套地行，就是讲代志的发展，毋是咱心肝来想的安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看歌，这是一款传统的掠鱼活动，先用甲板船、拍网仔，伫咧海边的人同齐甲鱼网仔拖上岸，安尼来掠鱼。第二个词读做高寮，这是放拖地网的寮仔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句话讲，看歌袂母，放铃仔缩巴肚，这是讲到过去讨海人生活真艰苦，海底讨掠若是趁无食，亲像火烧高寮全无望，打沙吞海白了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